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好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很多人最近出门会发现哦，大家好像都戴上最辣的呢就是口罩了。为什么会戴上口罩？主要是因为最近空气污染很严重哦。只是有人会问，怎么会知道空气品质好不好呢？其实上环保署的网站就能知道，带您了解。台北101蒙蒙的看不清楚，因为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，很多人出门都戴最辣的。而空气污染的新指标 AQI 也正式上路，新指标用黄色、橘色、红色还有紫色告诉民众空气品质好不好。民众只要连上空气品质监测网，还有下载环境即时通的 APP， 里面就有相关的数据，还有空气品质指标提醒民众。上网就可以知道空气品质好不好了。看一看呢，橘色就是敏感局，也就是敏感族群呢要特别注意，注意就是注意。另外呢，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呢就是不良红了，也就是所有人都要特别小心了。最好呢出门的时候就带上最辣的。医生也建议民众，如果空气品质不良，出门要记得戴最辣的，不只可以避免脸上残留脏污，更可以降低吸入脏空气的机会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自己是过敏性的一个皮肤，然后自己体质是比较偏过敏的，就要特别留意，当它的指数 AQI 指数101到150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这个黄色的一个警戒，就要特别留意这种敏感的一个族群就要特别小心。如果是外出的话，尽量还是要戴这个口罩。不过戴口罩也要注意，因为戴之前要先洗手，然后5个小时就要换一次最辣的。另外也不能够重复使用，这样才能够降低过敏发生的机会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学到单字很实用哦，常常会用到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单字。看到第一个呢，就是口罩，最辣的，最辣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注意。注意，注意。第三个很重要哦，要记得出门要记得戴口罩。出门要记得戴最辣的。出门要记得戴最辣的。现在的空气真的，出门要记得戴口罩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